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將會開封一包集卡包，就係同人鬥嗰條友賴數唔肯俾 X 卡，就求其俾佢抽個包集卡包俾我。咁全港版我都估係廢嘢嘅，不過唔緊要啦。咁我哋就開封下啦，因為集卡包好似幾好，咁就睇下啦嚇。龍頭人，呢個蚊之子 Lead Voice， 好啦，咁到底呢張係咩嚟嘅咧？咦，好似有啲閃喎，咩嚟㗎？哇！超霸王啊！超霸王戰鬥救世主，哇！咁多種，各位睇下超霸王，咩玩嘢？我呢個人俾超霸我就走咗俾啦，哇正啊！嗱，同埋免費喎，哇正，免費中咗，超正啊！好啦，個 level 超霸王係超屈機嘅，咁我遲啲揾集個介紹下佢嘅，咁今集就唔介紹啦，好啦，中咗港版，有運有冇收，好啦，咁下集再見，拜拜。